點解要帶寵物去做體檢？因為寵物體檢係保證寵物健康同主人健康嘅關鍵，作用就係防範於未然。貓貓狗狗唔識講嘢，忍痛能力又強，就算再叻嘅寵物都唔會同你講自己生病咗。有啲病早期冇咩明顯症狀，單靠表面觀察係睇唔出嘅。等你真係發現問題，可能已經去到中後期，到時就算你花2倍、10倍嘅錢，都未必醫得返。你可能會面臨失去愛寵嘅風險。所以定期體檢就係了解貓狗健康狀況嘅重要途徑，可以及時發現問題，盡早預防同治療。寵物應該幾耐體檢一次？有貓有狗，細路階段免疫力低，好容易感染病毒，建議30日齡左右，或者帶回屋企之前一定要做體檢。特別係屋企本身有其他寵物嘅情況，記得要查病毒抗原、抗體，防止帶病回家。成年貓狗青春期，如果身體冇咩特別問題，可以拉長體檢時間，建議每年1次，主要檢查心臟、腎臟、抗體水平等重要項目。老年貓狗長者階段，年紀大咗，器官開始退化，好容易出現慢性病，例如慢性腎衰竭、糖尿病等，建議每半年體檢1次，重點檢查激素、腫瘤、肝腎功能、心臟、血糖等項目，提早發現問題，可以更好管理寵物健康，延長佢哋嘅壽命。